在那个在如来出世的那一段，荣现有讲三有的成住坏空四其称为一劫。那么三有是三界吗？还是世间宇宙？应该怎么解释比较好？宇宙，这是宇宙。就是宇宙。对，谢谢荣现。如果那上次那三门呢？三门这边有一个第几页？第21页，即使是三门日日夜夜经对，三门是自己的身苦意身体来做打坐也好，绕转法轮也好，绕经轮也好，让经堂也好，朝圣也好，做大礼拜也好，小礼拜也好，做义工也好，这是身体的部分然后语言的部分呢，就是那个语的部分呢，就是相当就是在那个念经也好这些，然后意的部分呢，就是也不专注其他的方面，然后一直都是在念经这些方面去专注，就这些，但是它不圆满前面的这个起心动念的部分下就不行，就这个意思。所以三有就是宇宙的意思。对，就是现今这所有对，地球宇宙。对，然后8法，上次8法就是基什么？就是那个世间8法。对，就是平常那所说的这样，我有读过，但是现在有点讲不出来。世间8法，上次可以苦乐利衰嗔饥毁欲。苦乐利衰嗔讥就是讥笑的讥，毁谤的毁。第几页啊？欲是第20名誉的页欲。一样。如果第几页呢？第21页倒数第3行。刚才问的第21页啊。第21页就是我们现在讲施以摄受的那一段，倒数第3行。即使三门日夜精勤修善，但如果不知回向圆满菩提，那么善法也会被颠倒。对，就在后面，如果没有舍离世间8法，则一切所为只能成为今生的生计。对。我问的是这里8法。你是要知道那个世间8法？8法我知道，我之前有读过。好。是不是这个？他刚才念的就这个。好。那还有呢？还有什么问题？那个行为，那个不是梦生，帮我拿一下我的那个手机充电的那个。好，继续问，没有事，你们继续问。还有一个问题，五浊恶世。之前我看上次就是有那个 copy 那个纸，有五浊恶世。上次能不能再讲一遍？哪五浊啊？众生浊还是什么浊？我也有读过，现在好。
就魔法时代的，相当就是在所有的实践当中来说到，就是最不好的实践。然后寿命当中来说到，也是最不好的、最短的、最有变化的寿命的部分，终身的寿命。然后众生的见解方面来说到，也是有最不好的，就相当就是在不知道善是有功德，然后恶是有罪过的这种，就相当见解方面，就是这种的众生特别多的时候，众生共同。然后还有这个烦恼方面来说到，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烦恼都是非常缠身的这样的事件。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相当就是在真正的就是在魔法时代，所谓的就是五浊恶世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所以就是劫浊。时间是有，比如说劫或者实践，就是有好的实践或者好的劫、贤劫，或者是末那个暗劫、变劫，就这样的三种嘛。所以就是现在是一个，虽然是一个贤劫，但贤劫它有一个最尾段的一个实践嘛，相当就是在实践来说到也是最后的，就是最怎么说呢，就是大部分好的实践都已经过去了，现在剩下的就是不好的实践，就这样的。然后就众生也一样，我们的众生的寿命也就是过去8万寿到无量寿，到现在已经是到了100岁，人的那个寿命是100岁的这样的，已经只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当然再继续下去的话，到10岁的一个这样的时间是到最后嘛。然后这是寿命。那么就是在见解方面，见解呢就是过去修善的人就更多，造业的人更少。那么大多数的人就是赞同修善，那么就是善有善的果报，这个是赞同。但是现在大部分的人都是不赞同这个，大部分的人赞同就是没有因果啊，什么没有怎么说呢，来世跟今生这种。所以就是见解方面来说呢，也是最不好的时候。那么就是在烦恼方面来说呢，就更多的时候就各种各样的烦恼，各种各样的造业的方式。那么这些是非常明显的，就我们看人类造业的方式是过去有很多的，当然也是有很多造业的方式，但现在就是更多的造业的方式。方式呢，就是在那种杀动物的那些机器跟那些方式，那些都是完完全全不一样嘛。就各种各样的，就越来越多，量都越来越多。然后众生人类去玩也是不同的各种各样的玩法，就是相当就是刚是一个吃的方面来说呢，也是就一个动物就是怎么去吃，怎么活的吃，还是生的吃，还是烧的吃，烤的吃，各种各样的造业的方式就越来越多了。所以就烦恼方面来说呢，也是这样。好。窍解的修法，窍解是什么？窍解是什么样子？窍解就是本身所有的上师，所有教派的上师，各种教派的上师，所讲的一切法都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但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法讲的方式不一样。今天你拿了一个佛经直接读，它这是一个经里面的道理跟一个经里面的所讲的针对是哪一些众生，但并不是针对所有的众生，因为每一个经都是佛陀就是有讲的实践不同，然后就是所讲给的这个对象不同，所以大致上当然都是一样，就是一切都是以修善为主要的，但是呢就是有对方不一样的时候呢，就有些方面就是他需要的方面讲得很重，但其他的方面讲的就比较薄。但是所谓的窍解是什么呢？就是佛陀的所有的经典，后来在佛的所有的弟子们就一次又一次的，就是有真理诊断，就是贯穿，成为了这种教材，成为了这种教材一样的。然后传到西藏也是这样，传到中国也一样的，就是把这个传承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一传承下来的这些人，就是因为有这个，他已经得到了一种方法，从佛经里面得到一种方法是什么？短时间里面能够可以修持成佛的方法。所以把所有的这个佛经的一切经典集中在一个课本里面，
啊。那么这个课本里面的窍诀都讲出来，窍诀就是一种方法。那么这个讲出来，你就是把这个好好的去修持的话，你也会得到一样的效果，就是这样。所谓的这些佛的弟子嘛，利用佛法已经成就过的经验讲给我们听，这就是叫窍诀。所以我们没有窍诀的情况下，我们去一一的去看。我今天就是谈的方面比较严重的怎么办？就翻那个佛经，翻了很多个佛经里面，也许可能运气好到马上看得到，就是针对谈方面讲的。如果是有些时候我嗔恨心很大，我怎么去翻佛经？那就有的时候搞不好就翻好几个佛经，也是嗔恨心好像都没有什么罪过的那种感觉，所以就很不好弄。所以这些呢，就是一个一个印度的80个大成就者，以及那么多的学者啊，六圣二张眼等等，就是出了名的这些佛教的学者，那兰陀什的这些佛教的学者嘛，他们就是整顿出来的一切，就像那个入菩萨行论啊。那么在这个入菩萨行论讲出来的时候呢，就是整个的在那兰陀什的整个的这个佛学院都是会轰动了一次。但是根据什么？根据都是佛经，佛经上所讲出来的，就是它就是每一片都是非常的精彩啊，非常的殊胜。那么就是一讲智慧篇，那么佛经里面所讲的一切智慧都是在怎么说呢？入菩萨行论的智慧篇里面都完完全全就是已经是圆满了的，就这样的叫做就是窍诀传承，所以每一个就是相当藏传佛教也是有自己能够可以学习的方式，就是自己的传承，而且自己能够可以在解脱的方式啊，就是有这样的传承。所以我们现在的话需要这样修持的方式，就是这样。没有这样的情况下，那你做什么都是没有人说你不可以不如法，没有人这样说，但实际上不够好，不够如法，不够到位。对。荣切，因为这个我们刚才在讲劫的时候，荣切有说，我们现在这个劫就是我们众生是堪为密法的法器。那我们虽然接触的密法了，那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可以成为所谓密法的法器？这个非常简单。一个人要知道自己是不是密法的容器，这个非常简单。自己对密法有没有信心，而且有没有入境这个密法的法门，有没有遇到密法的上师跟传承，有没有遇到这个法，就已经是有条件，你就是作为一个密法的容器。但是这个密法的容器会不会坏，这就是一个问题啊。一个瓷器里面可以你就倒什么东西，你倒牛奶倒茶倒水啊，倒酒倒什么都可以使用喝那个瓷器好。但是那个瓷器会不会坏，你搞不好就是一下就坏了，就容器就没有了。所以就是这些所有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都是这个。我们就有18暇满的接触密法的一个佛弟子，已经有了18暇满。但是这个呢，前面在所讲的就是无归光尊者所讲的所加上去的这些八种的这个16种，这些都是相当就是这个容器会不会漏底，会不会坏掉，会不会怎么说呢？你就把一个瓷器里面倒满水，放在冬天的这个一个夜晚的时间，就是天气很冷的地方，它会爆啊。然后或者是高的地方晒下去，它也会破碎啊，就等等这种的情况。所以我们本来是有这个容器，是不是自己是这个容器是很简单，自己是容器，就是遇到了佛法，遇到了这个产品就是，但是能不能够会坏掉是完全是靠自己。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都是不能对佛法产生任何的这种推展性，一定要努力的去修持，直到遇到了好的这种因缘跟好的这种怎么说呢，那个心得的时候，要知道自己的福报
过去已经有这样的福报，所以这次就真正的就遇到了这些这么好的殊胜的因缘，能够可以这样想。但是遇到了障碍的时候，一定要想过去自己的业力。虽然是一个密法的八级，但是也是很多方面就是有这么困难，所以那这种时候怎么办呢？推那不对的，一定要更精进的努力的去面对这些困难。这些困难实际上来说的并不是什么做不到的事情，不顾一切把这个因果跟佛法把它当作比自己的生命还更重要，因为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条件。那如果是这些比生命还更重要的时候，那有的时候有一点点金刚师兄之间有一点点不合的那种意见，这样的时候要不要推呀？那这种推的人就是真的是有没有用啊？他是不是密宗的法器？虽然是，但是他自己没有注意啊，把容器就从高处摔下去，摔到石头上，很容易马上就破掉。那这个可以收回来再修吗？很难啊，就是这样。所以要有信心，然后遇到事情要突破障碍，然后如果有一点不如法，就要忏悔。忏悔，对，不要继续不如法，不要继续不如法就可以忏悔，不然就是自从一进入佛门就完完全全如理如法的，一点的不如法的事情都不出现，你说的话谁都不会相信的。如果是这样的，根本就不用修嘛，不是众生嘛。所以这种有一点点碰到的时候，就不用害怕，也不能放弃，必须得要不能继续，必须得要忏悔改办。所以我平常都是说，一个修行人，你们也说什么什么修行人，好像去年都是他做的不怎么好，那并不代表今年做不好啊。去年很如法，也并不代表今年很不如法。今年也如法，所以就是这个是变化之中，所以我们也是在变化之中。但是我们修行人的目的就是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好。都说没有任何变化，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也没有用的。这样的情况下，但是一定要变，但是要变好，不能变坏，变得不能越来越坏，变得越来越坏的话，那就是修行对你没有任何用，修行修的不对，修的方式不对，错了。变得越来越好，那你修行是对你有帮助，而且你真正的是一个修行人。就这样。好，谢谢刘部谦。好，那没有嘛，那就差不多了。时间有，我们就一起回向啊。今天我们所传法、听法的一切功德以及所有一切诸佛菩萨的一切功德并在一起，然后回向给一切众生。愿十方所有的一切快乐的来源，善法跟善知识，长久主持，法轮常转，愿一切众生早日解脱痛苦，获得圆满正等觉佛的果位。永保八位就得人千八当转得总保得用得行得来感觉即是法律，给我人多多当觉热得我对上面学不教当姐姐我刚了就得好吧。我给我早晚的感觉总保有热得我吧。上节个上你不想了当去年们这等不想了当变得没学能不想了就得了我忙浪着把学说难得也当节这个年多年你不着那放些学个难去了浪着把也是本错的着更着爱三千对当等着几对我感动这个对我道德门这一句个娘娘多个说三千你把今年把娘的年里到也进这个年那么我的娘没把说
Borden la me Kasera Tenhin Tenba Yamba Ngadon Tarva Chusa Mana Norwe Jansan Ren Soshi Jara Tenba Ji Ramwan Tse Tegan Shepo Tudoj Popo Yorda Chechen Kakara Ka Jenda Borden Tongwa Shepe Maren Zan Shala Sorvan Tamba Yare Nipa Cha Shi Sho Kongre Ravi Korwe Shinkans Pandon Deva Malu Nyongwe Yare Zewan Tanzan Jansa Ya Shabe Sandi Parta Tanjai Ji Ai Shino Tangche Sando Pari Shin Nongche Sanje Rinzan Kandu Ra Tangche Benzan Garu 真多容着我年在用着，本在个人马色的红，本在个人马色。 谢谢大家。自本作人着光。